有看到曹本义大家啲嘅討論嘅自貢法圖冇？有啊，不過眼啲想好希望呢。做對老大家變數海灘保護環境都有意義啊！一到垃圾唔係對哪位來嘅吼？哦，有道係稀料嘅人亂搭嘅，有道係本海水打上來嘅。哦，原來係咁嚟。係個危下一擺出去了，危絕對做唔得亂搭垃圾。哦，要真件當重要哦。阿鳳，你嘅想乜嘅？冇啦，我是這個想，你去一個發通以後，真件做得保護地球係。哦，我認為啊，為了環保嘅概念變到心肝度，真有辦法進一步來推動啊。哦，冇唔錯，大家做唔得污染海洋。莎莎都做一時咧，叫為力量就會變到動態。哦，有冇講？既然做嚟思想看啊，本來搶有514啲嘅做，唔過大家看到嘅就會停定做，時間一久，嘅力量啊就會更來更大。故所有人堅持下去，事情聽說會變到冇窮樣。哦，你睇起來冇簡單呢，以前我以救地球窮樣。哎呀冇啦，我等搶上嘅老大家向下保護環境。好啦，嘅。你咪來去參加一擺嘅自貢發通會。好啊，嘅藝老報名嘅名單傳本。好啊，那冇問題。真經愛做一件事情，要有決心、有耐心，還有保持一開始嘅個心當重要。因為遇到困難家下吼，係講要保持一開始嘅心，就話有勇氣，還個誒，因為堅持行下去。一環保吼，就係對日常生活嘅細項嘅事情開始來做。比如講你學校方面咁樣啊，一開始細細嘅事情，然後佢做比好細來，大嘅事情，大嘅困難遇到咧，咪會堅持下去。來看一下家下嘅影片地圖，到底有哪條嘅詞彙牢記嘅，值得你來學習咧。第一隻，保護，保護。第二隻。環境，環境，保護環境當有意義，保護環境當有意義。來睇下南四眼強，保護環境該有意義。保護環境該有意義。意思就是保護環境很有意義。再來，污染，污染，做唔得污染海洋，做唔得污染海洋，不可以污染海洋。